术水阁好。国情解说2句，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。好朋友，咱来研究三字经，毋是人之初性本善，毋是哦，是台湾三字经，是日本时代咱新德地一个读册人王兆平先生，伊安尼收集台湾的历史研究，台湾各地头的地理，各物产，拢总3字甲编出来。要有囡仔好学、好记、好读。咱即站来讲清朝甲午战败，将台湾要挂予日本，台湾这百姓安怎样？大家汇集好济，要甲日本人拼。三字经内底讲：大人事含纷纷，老林区集义军，改国权为民主，200赢定旗鼓，大兵至破朱营，南北路进东边。这正就是台湾血泪斑斑一幕历史。老林区，林者林调洞、雾峰林家，这伫咧中部固守。老者老永福，伫咧台南乌旗军传好势啊。区者区皇家，要联络南北，互相大家好齐，德高斗菜刀，甲日本人输赢一个生死咧。甚至讲，大家台北城内遮的士绅，规气决心，咱已经互清朝政府放杀啊！咱家己来宣布独立一个国家，台湾民主国，推选唐景祥做大总统。所以三字经内底讲，改国权为民主，安尼轻巧咧，算起来统计讲，南北二路拢总有200赢义勇军，吼，大家拢已经传好势，要甲日本人输赢。谁知讲日本兵对家人港上陆，大兵至破朱营，南北路进东边。因为人是野枪，人是撒大炮，不比恁遮野推野钉的。尤其讲较白，这义勇军真侪拢乌合之众。当然，历史无奈已经甲咱证明，尤其台湾民主国的总统唐景祥，到了尾手竟然做迄个闹气台，对淡水港打扮做阿婆啊！坐船逃走，留落一句俗语话讲做阿婆浪港。啊，毋过认真讲，历史就是要记伫咧咱脑海内，毋则未来会当有教训。台湾三字经，值得咱现代幼囡仔继续读、继续学、继续来研究，了解台湾一步一步的过去。